伫即个感恩的话分内底，基美学中心要提醒女性的民众爱家己注意身体健康状况，特别伫即个话分来举办癌症筛检送贺礼活动，邀请女性朋友会当带着厝内人做伙伫5月31号进前来到病院完成4项的癌症筛检，会当得到礼券。新美医院为了体贴我们的女性朋友，特别规划一个独立的空间，采单人进出的方式，确保隐私性。每周1到周6的上午，由女医师亲自来执行抹片检查。我们提供的是抛弃式一次性的子宫颈扩张器及抹片刷。那我们也特别从日本引进的全自动的诊疗椅，让我们的病人在检查时候更加的安全跟舒适。另外也为我们的身障者提供移位机，保障这个检查时的安全。人性化的贴心考量，也展现医院对我们女性朋友的用心与关心。伫咧防疫成为全民共同的目标之下，常常拢会无小心，袂记得爱定时注意身体健康的检查。现代女性除了家庭以外，大部分拢会倒伫外口做工课，常常因为伤忝，无注意到家己的身体状况。即摆医学中心举办癌症筛检送贺礼活动，伊嘛会当邀请女性朋友来到病院检查，如果若有啥物问题，才会当提早发现，赶紧治疗，互家己佮有厝内人拢有健康的幸福家庭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